今若到热天，就惊电无够用。面对暖化危机甲空气污染的问题，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个城市提出着能源永续的城市发展的目标。这个绿色和平组织第一届依照国际标准，针对6都的用电做一个评比，结果是台南市的表现上好，台中市上无理想。 热天开冷气，寒天开烧气，拢需要靠电。但是6都内面倒一个所在电用了上多咧？有热门火力发电厂的台中市，比绿色和平点名，以台电公布的售电量年报的数据来看，过去5档伫6都内面用电量成长上悬，增加48.6亿度，成长率是19.5%。第2名的高雄市5.3%，其他像台南市、桃园市、新北市用电量嘛拢有平均4%的成长率，只有台北市是减少0.2亿度。 超过70%的电力使用来自6都，那6个城市的再生能源治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，还有空气污染的排放。针对6都的用电成长率、再生能源政策以及再生能源的成长量来评估，发现台中的综合评比结果表现上歹，主要原因伫用电成长率上大，再生能源成长速度慢，电力主力来自化石燃料，引发空污的危害。我们也很希望看到。 6个直辖市的首长可以发挥你们的政治领导力，提出最有效可以管理用电成长的这样子的措施。根据绿色和平的评比结果，以6都当中，台南市表现上好，桃园第2，台中市上尾。但是应该如何兼顾环保甲经济发展，嘛是另外一项考虑的重点。